靠近四阿哥，真嘞！庆瑶，你是我的新北人，要离开皇城，为什么你无来甲我讲一声呢？四阿哥，请原谅，庆瑶突然间思念乡亲，立刻要赶回东兴县。因为四阿哥火冒未起，唔敢行动，所以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要那安尼，你来抬死了因，这又是为着什么呢？其实，若无人看到你去抬死了因，这只不过是附带猜测而已。所以，你用来甲我好哩，也用来甲我讲了因并不是你杀。无唔对，了因是死伫我手中的，我利用伊交我的迄地主，结果就伊死。愧是一个大丈夫，敢做敢担当。林公主，了因家己的名用七地主，说是点苍派何文华、昆仑派凌小主，以及甘凤池好朋友子孙，所以你冤枉将伊抬死对无？了因会安生做，也是奉着四阿哥的命令。你若是怨恨了因者，敢若怨恨着四阿哥，安尼你知无？搁再讲你心无光明，小小一个特定，你竟敢抬死四阿哥中央人，你敢知讲你心怀何罪？四阿哥若是变面者，莫讲是你，就是令尊连下令，也担当袂起啊！四阿哥，庆瑶该死，救四阿哥赦罪。
庆瑶啊，快快起身，你好做加油啊！了因本是伊做秀，伊拍做迄滴子，暂啉些小油，这款人是该杀不该留。我早就有意属于福音座，可惜有你来替我带啊路。无非是啊个改变心愿啊，不留迄滴子在人间。唔是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富太、马伊，因所有人已经会晓拍做迄地主，操纵迄地主，也你咧，对着迄地主也已经运用自如咯。了因已经无活踮咧世间的价值啦。是阿哥啊！我斗胆你厝内疯狂，这种暗器惨绝人啊还，如此才会随我心愿呐，顺我这心，逆我就赴风啊转。庆瑶啊，你真关回家，将相亲奉，我也该回家双父啊。你向那马向来我帮，咱虽然是分手，但是咱的心肝拢是同款哦。你我你老啊，在思风啊，咱你老来在思风啊。后会有期。是我甲讲咯，苏阿哥是这种人。我上在恁营养的奖啊，本来以为上紧就要3个月才会当复原，谁知影行到天目山脚的时阵，竟然会去拄到神医救母子，靠着伊高明的医术，我的内伤毋免半个月就已经完全恢复了。实在有影真可惜。阮刚到杭州的时阵，伊有原也是办一卡步，连庆瑶甲文静也已经离开杭州啊。白大姐、甘大姐，你转来了并无伤晚。文静甲林庆瑶是伫咧昨昏午后才离开杭州的。对，梁医生走也无妨，但即时需要对赶来去。好，行。表哥、表大哥，文静回家是向北行，林庆瑶回乡是向南行，恁即马到底是要对倒一个呢？表哥。兴起文静是为公，成
讲休事正应当，对官温情向北往，渐将事收抛一旁。温情训练迄地主，饮香暂饮一片苦。连一日后害人命，你该速速消一途。好，目前渐渐先放过林金瑶，但是伊也免想要平安无事。我听讲，点苍派以及着昆仑派，拢已经出动着高手，要来向伊找手。昆仑派也是点苍派，也是迄个四少爷派你来，老实讲，阿斗。哎呦，是你啦！阿喂，我已经找你足久啊！哎呦，哎呀喂，我想啊，拜托，甲我想办法，将这查某甲冲了走。哎呦，拜托了。真歹个啦！去互人招，逐工在甲伊欺负迄个白小蛮，就是你哦。你莫了后白讲啊！人阮翁仔某感情偌好咧呢，我听伊就袂赴啊，要哪会敢要甲伊欺负？伊个妈哥阿斗啊离家出走，这嘛是事实的啊。迄只是为了一点仔小误会尔。喂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毋紧甲阮翁变出来吼，我就要互你好看。你会知影呢？我白啊小蛮，毋是遐尔好掠哦。大嫂啊，你误会啊啦！咱我要哪有啥物捌啥物妖法啦？阿斗啊，伊是施展伊的遁法遁走去的。遁法？什么话做遁法啦？遁法，遁法就是啥？大嫂啊，遁法有金木水火土，加伊柄顶加九河。阿斗的土遁是地煞数，36变你无含糊。哈，阮阿斗啊，有遐尔啊大的本领哦！伊是啥物时阵学会晓的啦？阮哪会拢毋知影诶？四伯3日挂木看，伊学的本顶在西陵山。如今飞禽走兽任何犯，天是飞过万重山呐，万重山。啥物呀？哇！啊，若照你安尼讲起来，阮阿斗啊，伊毋着搞甲敢若仙嘞哦。迄差不多哦。好，你看，即马伫咧空中在飞迄只鸟啊，迄就是阿斗啊变的啦。
什么啊？迄只鸟啊，就是阮阿斗哦。嘿啊，我，直直飞直直去啊啦！哎呦，阿斗啊，小等人咧啦，你莫走！哎呦，阿斗，我伫遮啦，阿斗熊啊，我安尼叫是你偌故意咧？原来你这支喙我不了咬改安怎？连阮迄颗茶杯吼，这世人拢叫是伊家己外巧咧，伊也互你家改甲安尼戆，哎呦，无简单哦！阿斗你才知，你实在足厉害，是讲干那一摆尔啦，后摆无买啊啦。我吼无要搁替你这落讲白贼咧，迄足忝的呢。阿莫安尼啦，咱两个是好兄弟啊，啊又搁是朋友，啊替我帮忙一下嘛是应该的安尼。阿斗啊，啊，我看恁的某都袂歹咧，水个高水咧，啊你是安怎看到伊就要？啊你毋知啦，你头一摆见到伊，裤脚还袂烧出来啦。后日吼，我若将伊的厉害讲互你听，你口尾唔去。诶，咱大已经去食远，咱若无紧追吼，是会抓袂到哦。小金无色酒。许姑娘，电公主。许姑娘，许姑娘，感觉我这一生
注定才受四阿哥的控制。只要我唔出公命，一定唔做官，四阿哥就无法度控制住我杨景尧。